好，我们就准备开始喽。很开心哦，部落很珍贵，是有这一群今天的活动也是这一群青年很愿意的来办，然后就说我们要来一个跟人家一样快闪，但是这个闪是能够将爱留住，跟你旁边的讲，把爱留住，对，然后虽然音响好像也是有一点感冒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些青年。他们也都是在外面读书，每个礼拜都会回到山上，因为到山上对他们来说就是充电他们也很期待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的一个分享。好，我把时间交给他，拍手！全部都是在学的部落也是有地方可以让他们能够发挥用他们的天生的舞感，还有美丽的歌声。等一下大家也不要那么快走，因为我们只有1个小时，等一下可以来听到来自高山师班的歌唱越到后面越精彩，拍手！想要跳的也是可以在前面，也是可以在后面，但是要小心我去看到戴圣诞帽的都在默默的跳一下，抖动身体，很棒Souls are weekend, taken by all the beauty you bring. You got it, buried, staring, love, watching you do your thing. There's no mistaking your style, no mistaking your touch. 那今天所看到的布置糕点都是他们的 idea 因为他们很乐意跟每一个家人，跟每一个来到妈妈山玩的好朋友们，你们的到来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他们很乐意来分享。那今天晚上是一个爱跟分享的一个快闪活动，下个礼拜6在巴黎长老教会有我们更大场的一个活动欢迎大家连续2个礼拜来到山上跟我们一起欢乐，好不好？给他们拍手！他们也是顺便把他们在学校的烦恼甩出去了这个每个压力都有一点重。加油加油！好，我来介绍一下，里面都是在读什么科系刚才的主持人自己的称号叫做这个陆专帅哥约书亚，举手下。好，中间这个是叫韩娜也是我们新生一专的幼教老师，未来要当幼教老师在念书。好，前面穿灰色帽 T 的是我们的感盖韩熙目前还在寻找人生的方向，但是很开心最喜欢跳舞了。好，我们的后面穿黑色皮衣也是我们主持人之一的陈依琳，是目前现在也在服役在报效我们的国家。依琳挥手。中间灰色后面的是我们的齐轩，也是我们未来的幼儿老师老师。好，拍手，谢谢他们。好，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来。